看起来佢唔大眼嘅石頭，地背可能係寶哦。日本書嘅日本人睇書風發現，今年效果改好嘅上面礦物，都開始大量開採。唔過同上面強盛嘅台灣肉，日本人專做無愛嘅石頭結合。民國49年，一個教書證實的村民所講嘅青色石頭，其實係珍貴嘅台灣肉，也有人喊做豐田肉。故所睇民國50、60年嘅下，佢多年去採肉。老年繁華嘅豐田，還本人喊做東埔49分。佢當時豐田地區嘅肉產產量，如佔為全世界嘅百上。清朝嘅時期有780間嘅加工廠哦。唔過好講緊能維持嘅10年邊內，更加加工廠存到2-3間呢。肉產師傅講經驗，本來也想去同加工廠輸下去，因為唔盼得變黑也40年嚟嘅老產業。里面已接受政府輔導，轉型做觀光工廠，而帶遊客去河壩島飲肉沙，認識豐田肉嘅歷史，和本大家來做獨一無二嘅肉沙食品，用網購用嘅方式來享受豐田肉嘅故事。江县的河壩水东流，小朋友入起扶腳，大車腳前嚟的地圖，目見看河壩島嘅石鼓，享受淺薄嘅樂趣。有沒有找到？有沒有看它會透光？有沒有看到？哦，這個就是片岩石。片岩石。對，黑色片岩的。剛，這個是蛇紋石。河壩島嘅肉沙早就半年飲料咧，唔過認真到上下喊起為主，只會發現翠翠綠綠的，有沒有看到？你看到有沒有看到綠色的？有沒有？光哎。對，有沒有透光？這個綠色。對，這個就是台灣玉。入目珠、入心、入身體嚟感受兩片大自然，兩條拍爆海嘅水頭，就起出係台灣肉沙嘅礦場。這塊是玉啊，這塊小小的。這個不是，對，台灣玉。耶，找到了。清脆，它會透光，有沒有看到？就是台灣玉哦，嘿，很漂亮。玉都是跟有緣人，哦，你對了河壩哈，青菜沒有青菜驗不就，但是驗的醬呢，都是要靠個緣分。哎，應該是東北開水源頭，還是標高900公尺的地方是老山，它是台灣玉的原產地。條板開大粒嘅鄉親，全部講搶石鼓，唔係講肉嘅。民國49年，這個大學教授老鄉親講解肉沙鼓拿咗去發現，將證實其實係肉沙。台灣肉係要加入某種肉嘅礦石結合嘅，經過提好檢驗，自然顯示色、老溫度都完全某種肉。我們台灣玉哈，它的生成構造非常的複雜。東北的上面的台灣玉它是共生的，你看蠟光玉，拍的人工蠟光玉。下面黑色片岩，那台灣玉又是共生礦，它唔會透光的哈，你係是透閃石，根本唔會透光，它是共生的。它唔會了哈，因為也有，你係是滑石，跟陸體魚，跟沒有硬度。民國54年，首富用肉沙嘅消息，經過報紙登出來，下嚟東人來了採肉沙，和本單做農業豐田玉，唯獨貴做肉沙勝利。從你山東，咩巴石鼓就係開礦那邊石鼓，和做牛嘅先例，咁樣做牛嘅人啊，賣牛嘅人啊，珠寶商來去非常的多，所以很多人一夜致富。用經驗講，介紹是做先生，一張營業額差唔多2000元，如果豐田玉淨要一層2000元，自動歸稅。差唔多40年前啦，你睇台灣有啲豐田也比小鳳也比是風華一時，咁樣貴重條吼加工工廠嚟到70-80件就咁樣，全部總會下很多。喺後面呢經濟石油危機以後呢，差唔多到75年之後吼，慢慢沒落。難怪因為大量度炸咗磅，為籌先至辦要礦磅快踢，
是为台湾传嚟东东外府嘅台湾肉，好公斤就维持嚟10年变额，710件嘅加工厂，两下涨中60件。前几年就准备结婚，但是啊，内心深处念念台湾意，舍不得放弃啦。用今年见证嘅台湾有啥产业嘅繁荣老衰退，准备为结束工厂嘅同时，看到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影响是提升嘅案呢，所以从发电烧水中心谈下企划案申请，通过过后转型变做 DIY 工坊，而影响自家同事做自家价值嘅用啥。会系转型哦，那美工不敢大胆，我们是不敢大胆放手去做，怕会不会成功还是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渐进式的。对加工厂变做 DIY 工坊，头下马用今年唔啲作为商模，对2、3推机推开始做，慢慢呢增加到2下，同时做的40个人下穷下体验。对，2只手那您哎，慢慢的弄。好嘞，好，不要怕哈，掉在水里再给它拿出来就好。中间咯哈，一个蔬菜哦，全部要慢慢转咯嘿，要慢慢给它调整，磨得漂亮一点。就是慢慢的磨这个玉，这样它才会亮，然后比较漂亮。家用的迄你去甲山当验嘅，用做让要清酱，让要讲。有做过按用嘅体验吗？无。基本有好多嘛，该无？有。我像也用的我请家有挑工嘅。肉唔多唔生氣，外表看起來就係日本嘅石鼓，不過其實啲都係薄。努力500個後，小朋友對自家攞為重用上都知道阿門復興。來，小朋友好咯，來可以馬上戴。哇，你看有沒有漂亮？有，要剛出爐的來，你自己拿，很燙嗎？你看好亮哦。佳宇，你的呢？哇，你的也亮了。等，我来拿。好，我拿。哇，没事，你看。準備到貼片，老師自操作嘅新潮感，在顯嘅體驗，嗰度盡力嘅影效動到，看到成日肯係要做下嘢希望，用經驗老啲都市做成嘅成員很盡力。我開始親情的呼喚，那時我講，爸爸都老了，菜地產業條件請打慫，回來吧。我們希望說可以傳承，我們現在做完之後，我們下一代還繼續做，可以做一些創新設計，然後讓它比較切入生活化，帶起來的東西會比較有跟着潮流在走。可是這是一個困難點，就是要有一個設計的東西的理念，然後配合一個文化。我們希望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努力，這樣。後生人進來咧，未為40年到產業，加入新想法老法律，睇嚟需要改變心態老建築方式，睇嚟挑戰，用經驗去普動匠心，是希望燃燒有啥產業嘅生命，為老奉天有啥嘅故事繼續下去。